你知唔知好多美容院做激光脫毛要搽一大層 gel？ 聽落好似係保護緊你嘅皮膚，其實有好多壞處㗎。第一，黐粒粒超唔舒服，做完之後成身 gel 黐住，抹極都仲有。試過嘅一定知有幾煩。第二，令到皮膚感覺降低，當你 feel 到灼熱，其實皮膚已經受傷㗎啦，有機會紅腫或者反黑。第三，gel 會阻隔熱力傳達到毛囊，令到激光冇辦法集中打入去，影響脫毛效果。所以搽 gel 未必係保護皮膚，反而令成效一拖再拖。而我哋 EVR Beauty 採用美國 Gentle Max Pro， 佢配備獨家冷凍技術 DCD， 每發激光嘅同時會自動噴出-20度冷凍噴霧，完全可以取代搽 gel。皮膚仲會即時降溫，做嘅時候 feel 到涼浸浸添。做完乾爽，無需沖身。想體驗真正嘅專業脫毛療程，記得揾我哋 EVR Beauty 預約啦！而家做緊免費脫毛6選1，同埋全線正價脫毛4、5折，快啲嚟登記拎優惠啦！想要5星級脫毛體驗，就要揀 EVR Beauty。我哋係No.1脫毛大品牌，唔使擔心 book 唔到，加上仲有14日退款保證㗎。